OK， 一会儿进去吧。这人这么多是吧？还拥挤，看没有？黑衣服，一会儿进去。然后需要穿的黑衣服，主要以黑色为主。都基本来了，都不用联系他们。虽然把女生他们联系了，因为他们宣话，如果没来的话，作为的一些东西不是就要丢很久。男生也不承担，因为都临时不承担保质期。反正今天动作很快，就是一下就确认了他们都要来，然后订花怎么选颜色，把图片的发给他们自己选。但选的话，好了，还是最受欢迎的还是那个七彩的那种满天星，那个好多应该起码有7、8个人选的。这个车发译过来那个是第二个，就是那个徐艺柔叫收集。他昨天晚上没拍视频，因为他上班嘛，主要是德国他们去。这星期五嘛，这个人多。马上去争。Hello， 不行，就来晚了，迟到了，8点多应该迟到10多分钟。这个在演，他那个视频啊。红布有刚刚到吗？应该是吧，我觉得他刚刚卡位置应该是刚刚到。哦，轻松多了是针对摄影的来说是少一点。明天休假来人自然会比平常多，有些打卡过来的，并且是有些全国各地旅游嘛，因为锦里距这边很近，锦里距这边只有几百米吧，直线距离只有5、6百米，你走路从那边大街过来，应该也就是700米左右。从锦里往后吃啊，人家本来是游客最多的地方，晚上0点钟都有游客。那边锦里那边也不关门，那个门就是摆设。照片我说选好一点的，后面手机上照片太多了。哎，想问一下他昨天晚上咋回事儿？心情不好吗？这两个礼品在路上了，已经是那个水果邮寄过来的。我说你跟他们说没有？他说没说。我说说了的话，肯定他不会让你寄。是一个很热情心肠的那个送给他们的，之前送了2次雪花。这次送水果，然后给我送了2箱，他送了4箱嘛，给我送2箱，我说肯定是给团队带过来的。他是给欧姆和曲珍1人1箱，然后1箱我说有多少水果？他说1箱最多装24个水果，24个的话，4个就是41、16、96个，96个水果就应该是橙子吧，反正是水果，应该明6点就到了。这个，哎，戴帽子是丽丽，一个颜色。下了。啊，你5个了？我说这颜色好看嘞，他这抖音没直播了，没电了吗？
手机儿、手机这儿，吴京也在这儿，都不用跟打招呼。这个是处女座嘛？早上南部的，他问我，他认识他们家的他侄女，哎，我是说怎么给我打招呼？这个黄衣服是去了，白衣服是妹妹。这个稍微胖一点的，胖妹不知道是谁。那个黑衣服的是这个上巴西，哦，这个是加纳措，那个左边的是上巴西。我们左手边是唐纳措，那个花衣服是松吉。哎呀，另外一个都没拍，老板，你看我那个另外一个设备都没打开，只开了一个相机、手机，还有一个 Pocket 3没打开。哎，戴口罩干嘛呢？你看，刚才给他拍把口罩戴上了，看了口罩戴了，拍都没拍了。
对呀对呀。拍羊血儿的。美朵也来了，玲玲也来了，就咋去取证呢？丽丽戴帽子，门卡也来了，然后秋吉不去，我们来做这个剧组嘛。去啦，妹妹，拿拿走。哎，这个是谁？知道不？哎，够矮了吧？哎，我都跑后面来了，还叫，都是德格的哈，他们都是德格的。下来不吧？好听了吧？都转第二圈了，走太快了，拍都不好拍。哇塞，谁皮的？你皮的？这要送的。哎，这个。没人这样弄啊。简简单单的没时间了，我随便选几张，随便打印出来的。打印出来？打印干嘛？要然后送那个嘛，这个礼品包装上面要贴那个纸。哦。送花的也有嘛。不晓得了，哎，错了，给你买的零食。哦。知道吗？他们说了，是吧？是啊。都寄吗？你们几个都有，就是买的零食。哦，买了个零食吃的。就是全部是吃的巧克力啊那些，所以有点赶时间。在高新区去买东西。这些有女生送花嘛？女生送花，然后男生送食品。我搞忘了，我应该全部送花了，然后买点零食，每个人都送花，哪怕送小一点都可以。因为我都是送300块钱。吗？对，我应该每个都送花了，然后主要那个时候没想那么多。
他说，然后他说能说吗？这么热闹，对，我们看这个大屏幕到齐了，真的说实话。我感觉如果找到了。然后咱们得嗨起来，开心起来，也在起来，起来就起来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刚刚开了手动的，没开自动，现在开始开了，现在开了自动的自动关圈。咱们现在很热闹，然后咱们也这么有点热闹一下。嗯。对吧？咱们直播间。对呀。可以拿走。那个是罗上弟弟，他弟弟。咋不跳呢？休息会儿，它又多暗了了。这个是那个这个哪们的侄女？这个女的嘛，在那个电商嘛那边那个浙江哪姆呢？她的侄女。她说她之前一直在成都，只是没跳舞。她说没跳舞。那个，我把那个给你吧。他那个去了噻，去了嘛，怎么不知道？
一直在那边。这排什么？我们给搞关了，就直接是包包里面在撇。啊？我是误出嘛。哦。羊血撇的。哦，发了8个。今天送还是？照片今天送。那你这个送的时候让我去看过吧？哎，没事，对了那个嘛，他那个这个直播，还能不能直播那个？5个。宣花楼准备好了。我就是这样吧，你对焦咋回事？这里刮一下手机嘛，这里这儿可以，这可以加。这里刮。但是你要只有横切，只有横着。开始做对焦吗？哦哟，看到手动了。今天送花的有吗？这5个。那个牛师们送花。礼物呢？礼物。这是花来的。礼物在这个，礼物还没弄，还把花弄出来了。还6个礼物。谁跟谁啊？你呀，你和王清、吴京、邓紫、扎西、秋吉。花。花是谁啊？女生们吗？这个是临时还没包的，还没包好。哦，这上面包啊？还没发出来。哦，他找过来了。这边来，你挑不挑？你挑不挑？但是他好像不喜欢我，你看。他要那个，他要个包。你过这边来。他也习惯，这样包他7、8个月了，他已经习惯了。感觉好累呀。他不累啊，你说包皮的累吗？不累啊，这才6、7斤，他是6斤半。6斤半跟个相机重差不多，就相当于抱2个相机，这个重量都差不多。我给你办个烂子算了。我之前有个相机包会装在里面，现在它那个相机包里面有内胆的话就比较软，其实比较热都不得了，它就不习惯里面待了好热嘛，它就一下就要出来。这个是谁？哎，这个不是很认识。他直播的时候有些人看。等下我跟他说一下。
经选好好了。这漂不漂亮？反正发已经好了，零食应该马上包了。苏拉的标准动作就是扎头发，跳两下，摸一下头发。哎，今天没皮划呢。来，家们点点赞，点点赞。对，你们镜头前就是小李哥。你3万个哟！漂亮些可以了是。给你那个特写。对。昨晚上不开心吗？啊？昨晚上看你不开心呢，躺到椅子上，话都不说。什么时候不开心啊？昨天晚上。很开心。手机镜头有点模糊你怎么直播？直播都不玩了。哎呦！哇，你是跟着我走是吧？这个手机掉了地下了，手机掉地下了。他有那个反冲我那个，哎呀，等一下啊！哇，直接掉地上了。哎，咋回事掉了？我没动它呀，我手机怎么都没动啊？咋回事？直接摔在地上了。我看取针那个东西怎么掉了？走了我去看，怎么我的也掉了？没事没事，我有那个手机夹，一个反冲了一下。哎，我没动它呀。没事，翻了一买嘛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再去买个15。我本来就想把那个14 Pro 卖掉，买个15的。这个手机太小了，续航太差了，买2个15 Pro。哦，发工就是把我吓的，他东西都掉下去了嘛，我还能没给了他。我距离他很远，就应该有几十公分，我从旁边走过去的。这2个小朋友是公司的保镖。噔噔噔噔噔。对，昨前天就理了。看取针跳吧，要取针吗？跑一头呀，全身都跑一头，跑一头。给他拍一个，手机拍个短视频。哎，看他拍了。
最高了，他们长1.7米，冲马还有龙整马，啊，对啊，他们超过1.7米。对他们应该是4个吧，他还有个没来，哎，哦，对，4个英卓也是，对，对啊，他们反正长得很高，你以后也要长1.7米以上，对。这个摇啊摇。还有吗？我觉得这已经完了嘛，这还有。继续跳啊！旋子。旋子啊，他一直在跳。我好不在害怕。为什么？你们说一个很大的，跟我因为我的电视。他比你长得高一点是吧？因为他比你大一点嘛。他比我高一点。但是他比你大呀，年龄比较大一点。比我高1米2。那以后你长得更快一点。可以吃蔬菜。对，多喝牛奶嘛，多喝牛奶维生素那些。还有蔬菜也可以。我这边是白菜。啊。那个麻辣的。牛奶、鸡蛋。鸡蛋我不爱吃。鸡蛋也要吃啊。我讨厌鸡蛋，那个里面的蛋黄。蛋黄你可以吃外面的嘛也可以，但蛋黄营养最好。蛋黄的营养价值最高了。我们狗狗每天都要吃，它每天都要吃，因为它要增加那个，它需要的营养。就是蛋黄是最多的，就是啥？一下搞啊！美生不必吧？什么？美生不必吗？美生不必吗？什么不？生命不？它不生命，吃了1次。它就是因为吃蛋黄，它每天都要吃。蛋黄胆固醇，不是胆固醇是什么？啊，一下搞忘了很多很重要的。他爹被我的糖哭了。对啊，他不得吃，他不吃甜的，他不吃甜的。这边转过来了。杨金兰没来哟，我就叫他来，他没来呢。昨天说要来，他说在罗马来跳不完了，不来。杨金兰不穿那个加绒藏装好看。芒果说的把他拉过来，那边他穿那个绝对是惊艳全场，就跟那个丽丽穿那个藏装差不多。那么你说那个杨金兰不肯定没来噻，你不得来嘛？你跟他说，我也说他不来了，也不来了。他在罗马那边待惯了。这一直在原地跳，早就过来了吧？过来。这都老歌，都是老歌，对，很老的。
花了来了。我都找不到，没有我。这不没。拿错的。啊，拿错。拿错。小宝就这么，你就这个礼物等会儿就7块钱啊，7块钱啊。就这儿嘛，这儿太多了，这我就太多了，这儿嘛，这边嘛，哦，那边他架子太多了，这儿稍微注意。要不等他过来的时候送嘛？好吧。那你现在去送也可以，反正你我你要不影响，去吧。就是一样，这个叫啥？民族两连。你那个卡片我帮你打的，卡片我帮你打的。
暂时不能用。我的资金流水已经结上去了，但是等了2-3天，2-3天呢还没验证过来，这是最多1天时间吧，我提交2天了。它流水是银行流水带了脏的那种，就是被保的，它这个速度太慢了，好像暂时不能接收，也不能付出，就是你取款收款都不行。交给你哇，手机你是要给是给永吉吗？是你留个言吧，好吧。去给团队的水。好的，就明天说嘛，因为他今天、明天、后天有可能在，星期一都不在了。星期一要上课嘛，这一周的话他这一周星期一，他这星期一都没来，就是那个西方步女他们团队来的时候，他都没来呀。现在钱手没办法收。开心我老刘。这4个大家一起的。这样把你感觉晕着。那个老的是00老师。那个就是这个医生马上退休了。不要乱跳。杨秀啊，看见国际有中，到处朝鲜小品，我在南门活动，亚洲大义国际，亚洲两个区域完满的，人在西边有吗？我这个来了，赶快。未必。今天因为星期天嘛，有可能延个5分钟。对，4年一见4年就蜡取4年，清喝酒。新武4年，一见4年。他们要叫新武了吗？一会儿吧，不知道啊。他的蜡取都没调。来站。真的没电了，我去上车了。
啥不好意思？没得电池，充电宝给我拿了。基本上是10多点了啊，没带充电宝嘞，这个充不起，充不了。另外一个呢，我把那个。惨喽，相机拍不了了，没电了。哎，快过来。手机应该也危险，35%，只有结束这会儿就走人，只有。长路，充电宝都没带。对，但是有可能延长。那个跑得特别快。这太急了，出门的时候就根本没想到。反正我确定卡和电池带了的，充电宝放在旁边的。基本上1%掉，1分钟掉1%吧。一首歌差不多10分钟10%。
感觉今天银座状态不好啊，笑都不笑一个。今天没有直播。店充电宝没带。充电宝没带，但是我把我那个行车记录仪那个电，好，那个一个相当于行车记录仪那个电池盒带上的，这样就用了。好魔性的笑声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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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它可以哈很久。这个，最快的节奏，一靠就一靠，我们，我靠，都早就满了。哎呦！大长琴，这就是谭先生送的，他送了11个人，全是他送的，他一个人送的。教他们手机拿出来拍一点，马上结束了。还今天应该拍了10多20个，都是短了10多20秒的一张。
结束了，结束了。 9点30，结束早，收摊摊了。胡子哥，哎，胡子哥，要得。胡子狗，狗狗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把那个手机捡了。他都睡着了，他说的。他趴在我身上都睡着了。他呀？他们看到让你逼到的，让你逼到的睡着了。清楚，这是清楚小朋友。跳的是全身是汗。嗯。等一下，我把那个收一下，往那个位置。到这儿吧。好，拜拜。不能开，拐角是真的，拐角。照片选的，刚拍的这个照片。这是那个电视把我随便选的一张，太多了，随便找了一张。就头像那个是不是？抖音头像那个。这个清晰一些。哦。头像那个清晰一些，但是有那合影的，但是放大了模糊。老肥啊，是谁？就是潘先生，他不让说中文，不是说中文嘛？不让他不说，他不用写什么中国字，不用写什么改那些，就是简单的那种，就是身体健康啊，快乐啊那些之类的。吃宵夜去。拉姆加下，拉姆加下。拉布，还会拉布。看来可以，现在我可以支持很久。现在点菜能够成才个7、8半个小时。都没打开，应该不会打开，因为那个也不是很重，平摊了就不重了。装的，如果1、2个人送的话，那就很大。那很难的呀！来，开车啊！你衣服好久都没看到你了。我明天再来。好，要得。我说弟弟，对，那个是弟弟。伙计，一只包，伙计。搞完了应该全送宣发送小一点，比如说200的，然后剩余的钱应该也送不了多少的，就是送零食，一人送1包吧。比如说一的预算说，总共6个加5个，就11个的话就2200块钱嘛，2200在每个人再收我100块钱，200块钱也是3000多块钱，我这边也自己再出一点就可以。他那边有说是2323对吧？哎，小钱收起来。选了都选了一张比较有代表性的。没笑，没有。也没笑，有时间的话就给一下一起啊！谢谢。美女，我们想跟你合个影，可以吗？老苗嘞！打电话在哪？来。美女可能有点像，轻一点。啥面子？干了这个，收费的了，哎呀！
哎，这个说下，结果来，兄弟们，他们吃了我点了一个干了好几单了。哎，什么人呢？干了好几单。谢谢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他去继续回音，这儿要回音吗？哇，就引着。来，你关注一下，对，关注一下你的哥哥，我们一直在看你。热乎乎的嘞，没灯。这牙齿没露出来。我相机拍得很清楚，我相机拍得非常清楚，这个手机肯定不行。赣南的，我也是赣南的。这边再拍一个，这个大。试看一下效果，谢谢。叫他拍呀，不要赶。哎呀，太像白天一样。低速度。快点，这还有，这帮人拍黑进去。微信还有支付宝，你们自己看。支持现金收货哈。可以了。哇，是那时候你到的时候我已经给你了。把收东西。对啊，你发不完了嘛？来，发不完太多了。有些就是那个他们群里头直接发。他们嘛，他自己发嘛，但是你自己你还是要我只发一些好一点，我现在拍拥挤拍得多。我是想发就发，想发。然后杨小的这一条也很好，就可以多拍拍。杨小现在可拍杨小比较多。对，我也是。他们都有时候有些特别杨小笑很好看，就是。他的笑的有酒窝。我真的是习惯了，早就习惯了合影。帮我看一下行不行？太光了，完了拍的。你到我那边去看一下，那边地方走哪了？整个这种。都没得电了。感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他是一个人送的，全部是他一个人送的，送了5个加6个，都是他一个人。帮我妈好好的感谢一下他。好的，已经转达了，收到之后就转达了。那我们走了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好。戴总去哪里了？戴总应该走，这边还有手机想拍9点都不行了，20%的电，25%的电了。看哪了？我收线。收线去。回家家。这儿去这儿嘛，那有点合影，去这儿跑到。这个，好，谢谢。哎，李老师来了，李老师好，李老师好。哎，开心。哎呀，他们要去直播去了。他们。这儿拍一张照10块钱、100块钱、1000块钱，永正拍的最多。这个可以找。啊，那你帮我照一张吧。好。可以。给张小璐点个合影吧。哦，没电了，相机没电了。相机没电了。你要不要拍3光这个？可以了吧？我看一下可以。这大叔可以笑，一直可以笑。应该很多外省的过来。哪个？我记得应该很多外省的过来见他们。那时候有节来了嘛。本来星期5是1.6的。都跳到第4圈去了，好吓人。第4圈了，我都没注意。其实应该跳不到这几年了。哦，好，可以。这位白货老白货。走了，我们。
会修图吗？他的笑声可以笑很久，可以笑很久。哇塞，我的粉丝送给我的。让我打开嘛，看你嘛，这照片可以，在那个青龙那边，哦不是，在你们别屿县拍的，在你们白屿那边拍的，就是在别屿那个宾馆里面拍的，这个照片啊，白屿县一个酒店里面。这边比较高一点，这边。那个吹的。哎，这边正面一点。嗨，谢谢。这是一个小妹妹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然后相机上拍的拍不了了，手机那个减磁器可以说。我看昨天去他们在那边直播了，昨天晚上。啊，对啊，昨天我瞥了的吧？跟之后就小朋友一起瞥。看到直播间看到你们。昨天晚上拥挤不在，就昨天在那里他们在里头直播。他们在拍视频，3个。我看邓子昨天晚上在，我要睡觉了，他还在那里直播，我0点多嘛1点。他一直晓得，他一直晓得。周边有17，有瑶瑶，有团队在拍，3个好像都在拍，3个音响都在特效，我都不晓得拍哪边了。就那个口子那个里面，就邓子坐那个位置，他就是17的和瑶瑶，他一去真坐那儿睡瞌睡，相当于，17和瑶在那儿练舞。是吗？然后那个通道里面是我都想拍新舞了，通道里面王青他们跳骑马舞，然后那个对面一对是瑶瑶的那个新舞特别多。对，他学得很快。狗狗想带过来，是很想拍瑶瑶的新舞。但是坐不了地铁呀，所以没。哦，你可自1号远嘛？我在成华区有点远。哦。所以骑自行车，要么就是打车，一般的要么。但都不晓得，他们之间对心灵感应，好像就问一下，他们一般都问屁股后面。背后那么一条狗，也是狗狗啊。我们家有个泰迪。他问屁股后面，他有20多种信息，就是他问屁股问了，他就知道。会享受，你看按摩的。他们问味道就知道，比如说你大小啊、生病了呀，他坐哪地方，他闻屁股的味道就知道。之前好像有一次带过，他们俩好像玩过呢。以前我带过一次。那时候还在，好像没耍好久那次。对。太乖了，每天来跳，每天来看跳舞，每天跳舞。怎么种？有时候你在逛街带他是吧？对啊，都要带。只要我出去都基本带了的。已经习惯了这样带。对啊，这样抱已经习惯了，已经抱了7、8个月了。他也动不动就要抱，他走不动他就要抱。现在多大了？4岁半。4岁半，我们家那个1岁多一点。哦，他只长那么大的嘛。今天很多还有一个也是养博美的，他只生病生过一次，小的时候生过病，基本上每次随时给他吃蛋，就是蛋黄嘛那些。你开车了是吧？开车呀，旁边。地铁带不了。地铁不了，反正公交车有些还有不让。